另外来看嘉义地区，即个风台呢，并无造成大影响，也毋过这东少沿海饲蚵仔的蚵农呢，要是惊这海涌会去害着这蚵仔的成长，所以量早甲收收起来。当地这蚵农是讲，即阵啊蚵仔呢是真无简单，有较大面，希望莫拍歹中秋的绩效。渔民驶到鱼排啊，伫海面上咧无用做工作，蚵寮内底的蚵农嘛赶紧处理，因为风台抢上转来蚵仔。蚵农讲，前一阵仔天气较好，蚵仔有较大，惊即届风台的海涌会去惊到蚵仔，所以也事先抢收，以免佫产生损失。这风台影响到咱家己的较少受大，咱的事先哦，拢会先去采收一寡转来办理，啊拄啊风影入来，会减少损失的。 即届花甲沙风台对家己地区无带来严重的灾害，但是家己县东石沿海的蚵农，除了进前当那些风台的损害，也未完全复原，所以才会惊即摆花甲沙的风台会去影响到线内中秋要收成的蚵仔。我即摆蚵仔佫足肥，是，惊风台来了，蚵仔佫瘦。蚵农表示，即摆因狗的价销，挂壳的蚵仔一斤是80到90块左右，蚵仔肉是1斤170，价销正常。加在即届花甲沙对因的影响无大，若是会当好天一直到中秋，吃到蚵仔收成的品质应该会袂歹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